平上家里西上家扫庙吧。老管家，至今亲戚房一路已经到了，可这新郎官晚了一道，等一位花巧一道，这可怎么办他？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们这份队这就去查，可就要到了。家门不行，家门不行呐！就请你多多的帮我了。哼，这个倒蹊跷，你叫我怎么个办法？你这样好，既说如此，我就叫新娘远嫁而归。哎呀！
是讲给想的呀。就是嘛，讨得起老婆，还不起账。要是讲出去，这当小家门的，可是不太光彩的呀。把钱拿出来，来拿出来，你们拿出来，妈。请问二位，金龙欠了你们多少银金？不多少，正好300两。哎，哦，300两。好，这账我来还。哎呀，真是太好！你看，这新娘子去是啥子？越怕的拿来吧。什么东西？结局呀，结局。对，既然金龙欠了你们文银300两的与结局，谢谢。我这结局可不能写过的呀，不能写过。哎，肯定。那你们凭什么来要银子？哎呀，这是金龙收集我们的赌债呀！对呀，哪里是收集你们的赌债？分明是趁人家新婚结束，再来敲诈欠债。金龙向我们借对呀。那好，只要你们将他找回，我便当面还清。这话算数？不相信？那你们就谁想要到一件银子？相信。我们这就去把金龙交回来。快走。妹妹，这个日子你总亲眼目睹了吧？你要当机立断，免得误了众生。你还是这位兄，愿教而归吧。这兄长怪自今，小妹心意领受。这是兄长此言，小妹不敢依从。妹妹，既是花轿过门，岂能远教而归？那你随后可不要后悔呢。兄长，告辞，舅老爷。兄长，舅老爷。哎呀，晚些日子去吧。哦，八小姐，你自不孝，难成大器。恐怕误了小姐你的终身呐！方才兄子也实在有意，死去是了，还望把小姐你了三思了。
尽心尽责。哦，好，好，原来快拿警察来啊！谢幕，这次非才上路警察，乃是我小门做假之物，还望小人接受此查。原来，来，快去向我带上啊！谢公的老爷，老爷，公子他回来了啊！小老生意回来了，把那银子来呀，拿出来。小丽，你快去拿300两银子，叫他们准备事。跟我来。老爷，兵士们都在问什么时候摆堂。这摆的哦，谢武，你可这可是摆？好，这个就摆，小左，老爷，吩咐下去，即刻摆档啊！是，老爷吩咐去我摆堂喽。他回来了没有？我没有呢。真不像话，北头那天还找不到他，陈良清总说俺等了几天。我今天是中秋节，他就已经31天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对，告诉老爷去。
娘子是我啊。郎君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郎君，待为妻把酒一来，已经同意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已经。哎呀，哎，郎君，今日是中秋佳节，你怎么深夜才回？我在朋友是饮酒作乐。不，是饮酒作对，人之赏月。那也不该饮得这样醉汹汹啊！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。郎君，常言道，酒醉要伤身，喝多醉终身。以后你要少饮几杯才是啊！你，哎，进门才几天，你就啰嗦起来，真是个女流之辈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谈这些了。来，叫我300两银子。又要300两，你要这么多银子做何用处？我难道你欲去度了？哎呀，我的好娘子啊，这怪我水气不好，你快把银子给我，我一定把它寄回来。郎君啊！就这一位吧。啊，不，这银子我不能给你啊。好，你如果今天将银子给我，我们还是夫妻；要不说，休怪我无情。哼！娇娇，徐和尚，我写的女人的名字，怎么会在你的身上？他是谁？他
娘子，娘子
口水苦吧啦！哎呀呀呀！我伺候她丈夫管她的样子，哎呀，是啊，他叫做发表发肚走才好苦啊！哎，不是说好话要赌的吗？对，小公子，你是缺少赌气，我来接近你。不，赌本我有的是，你们看。警察，小公子，我娘妈妈血开！哎呀，这翡翠烧到警察，这个查不上枪，这可能有啊！妈妈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这真是一只世上稀有的警察呀！小公子，你想要多少银两？咱要让你1000两。哼，依我看最多300两。300两，对，300两。哎呀，小公子，300两就300两，小公子去300两，小公子，哈哈哈哈，就要300两。好，团的什么气呀？赌场上话不是你翻来我翻去，没有钱我借你，怎么样？小公子，人家都肯借银子借你，你还不来？金龙兄，再来一场啊！好，来就来，借我银子。慢，这一回我要话样列举，放了现在。话样列举，对，借的银两也有归还，到期不还，房产抵押。这怎么死的？哎呀，小公子，这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是啊，小公子，你家有的是财产便宜，许是挖过样，怕什么？我就不相信，一定是你输。好，挖去挖。好。啊！
是啊，老头子早晚是要死的，去是嘛？是啊，那是天地宝产，我为你所欲。小公子，难道你万夫不留子？天吧！老兄，越汉一顿好。
的请用汤呀。这俩汤也无济于事啊！是我害苦了你呀！不要这样子，公爹，你安心养病要紧。救我啊！金龙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对呀，你们又来做什么？夫日不等三宝殿。好，打。这是金龙的亲笔进去，请顾我。小丽，一年你接去人萧金龙，今接王娘家文银3000两，为其与道济不完，方参第一样。好一个糊涂的冤家！多亏清楚了，把此何事想的明明白白。华府文银3000两，要不说去那王参第一样。哼！要不完在，恰也不难，但必须以我2件事。哪2件？这一，从今之后，你们再也不要与金龙来往。这有何难？哪个枉为与穷鬼来往呀？那好，小金龙被你们骗去的废材3斗金财，必须归还。这不是我骗他，是他自己押进我的。说价多少？按您300两。小丽，你快去拿300两银子。慢。
将我的所有资宝随上，吩咐老管家上京闭门相见。去吧。你把金钗还我。哎呀，这金钗我已送给李娇娇了。哎呀，快去要回来！哎，好，我这就去把金钗要回来。对，慢啊！我还有一夜相称。请讲。你看，杀得迷恋了都，自带风怒，终有一天，小金龙的下场将会落到你的身上。嘴巴，不要别骂水声，秀我能别骂水声。秀你不要别骂水声，你就当这个畜生早已死去，要这警察还有何用啊？秀，是我害苦了你呀，都是我家子养了这个不孝的孽种，我有谁？我有谁呀？你老公把公子来了，什么兄长来了？快起！哥哥，妹妹，哥哥，他你当天金龙的下落可有消息？我正为此事而来，有人看到他在里应浪荡。妹妹，事已至此，你万岁为兄，回家去算了。几日小问，理当何不与共？怎能乘人之危，也罪了事？妹妹，事情兄长，因为我当听到金龙的下落，我一定要去把他寻找回来。此去千里迢迢，你又是女流之辈，怎能跑得农业长路或这样？哥哥，有场取信必地，纵然已经千辛万苦，再遍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去把他寻找回来。老爷谢谢，老爷谢谢，走开。哎呀！
以我不妨照将客店之下，以后当听公子的下落。老官家说的正合我意。老官家，你看这里不是人家客店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里有啊，地价，来啦！三位可是要是爹的，真是好嘞，里面请啊，请。终于来了。喂，起来！你躺在人家店门口，叫我怎么做生意啊？爹姐，我实是腹内空空，饥饿难当，万法。去！年纪轻轻，靠讨饭过日子，像什么样子？这个。我苦苦相求，你反来羞辱于我，是何道理？道理？跟你这种人，关于什么道理不讲？这个，你滚！爹姐啊，为何这次争吵啊？这个狡猾子拉在店门口，叫我怎么做生意？啊，算了，我这里有人间一问，答复他这件事啦。喂，躺在这里，人家不好做生意呢。来，拿去。慢点，当心躺着。今天算你碰到观音，不是啦。慢点哦。弄款切得真干净，连碗都不用洗了。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难道你不想家？生儿不想
啊，一个落难之人，就主人收下他吧。收下他？他这副模样，我这收下他，岂不让人笑啊？相公，你就可怜可怜他吧。是啊，收下他吧。好吧，看在你们两位的面上，我就收下你。多谢相公，我去叫相公，要叫主人。是，主人。老黄家，带他先到店内歇歇，待明日风水月过，即刻上路。是。哎，叫你洗你就洗一位吧。
命不好。原来你名叫苦根苦根，那你苦在哪里呀？主人听了。家道平安常常少，福利最多生也是度日是年，受尽他也曾秘密嫖赌，弄得个家破人亡，乞讨为生。后来他偷给劫匪，勤奋特事，做了高官，已经我享
元户自丑能干，怎么与这个不知虚词、死光堕落的小金龙相比呢？阿苦根，你说是吗？是，主人，我们过路吧。过路？哎，苦根，此乃是三岔路口，我们该往哪条路走啊？那倒要问问管家。老管家，这里到了什么地方？主人，这里名叫房儿铺。房儿铺，怪不得这里还有一座古门。哎，管家，你看这座古门与众不同，哪里不同？那陈家的古本是说不朝南，唯独他是说南朝北，不是四五道理。主人呐，这就是我女婿老爷的坟墓啊！就是那小金龙的父亲。对，为的是要看看他那不孝儿子何在为弟弟，不孝孩儿
成绩吧，有忠孝为国陪到深夜好，灌炉吧。小老板，快你怎么解决？你想找我做啥？找你去和小公子赌上一把。啥小老板？你这是？哎呀，回来！你听我说，不要说，你可知我家母为了这苗都吃尽了苦头，到头来落得个身在两空，还生还气。哎呀，知道。那你还叫我们江国子，我是为，哎呀，江国子已经为对小老人早有所闻呐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了。可你今天不但来找我，我心中不了，想把我家母重新推到户口里去。不，江国子，我是为，好了，不要说，不管你讲什么，我都不会去的。你要是再讲下去，休问我对侬不客气。我还是希望金龙兄真心改过。哎呀，这就是了啊！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我为金龙
也再有那个，这就是了吗？是个屁！笑，你笑什么？蒋公子，我是奉了八小姐之命，特地来请你的呀。八小姐走？是啊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就是啊，也多亏八小姐这番苦心。像这样严打的你好娘子，世上实在不多了。金龙兄上完正面不顾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哦，那就请蒋公子，好，这就去。哎呀，请。千万不要伤了我的金雕狗啊！门外是哪一位？老朋友，快你来！老朋友，好，来了。哎呀，请，金龙兄啊，是你来做什？得知圣兄来此已有半年，不曾前来拜访，今日只得你前来叙叙旧日之情呐。旧日之情早已忘回，今日你来，可不是王次郎结局半夜吗？不，
实在是想念故友，见来许许就说自己，也好与你消遣消遣，切莫啊！恐怕切莫难消徒长怨恨。你还记得梨花园之事吗？记得，是算记得。王生兄不要这样于我，我们还是好王爷。好王爷，哼！生兄，难道你就这样为我地种种菜，天天与清朝王爷当交道？时日激烈，倒也心安理得。唉，可心里总有惆怅八戒，悔恨无穷啊！哎呀，是他曾经风流一时的小公子，竟愿这样过日子，哎，岂不让人笑啊？哦，此话怎讲？金龙兄风流倜傥，李娇娇久经难忘。他知道你已经回来，哎，今日只得今要我请你去养胃。那他还有脸见我？要是我不想见他你，那真是多情女子不新郎啊！你去告诉他，小金龙早已开始为相，如今这一股棺材月的苦根，什么金银财宝都没有，只有一双手，一双时常就里的手。好，不，既然是此，那我就来帮你解解闷，消消气。你再去烧赌本，我接你。你妄想抢我赌，小赌赌不上病的，金龙实在赌博，袖里面再见我的主人呐！哎呀，难得赌气吧，夜深人静哪个晓得？你看，我把豆子都带来了。对。家母，你真不归来叫我再入虎坑？你可知金龙我一时也所做人千古恨，父来世上没有后悔之呀！但愿你从此也不再进赌场了。唉。谁呀？小公子，什么呀？是个女的，
门外女子深夜找我有何要事？小公子，我是娇娇呀。果然是他，哼！薄情之女有何面目再来见我？小公子，想我娇娇泪落眼眶，实是无奈，责怪妈妈死里吞菜，我也是生不如己呀。那你三更半夜到此做甚？好一个糊涂的小公子啊！快滚！
哎呀，是你呀！怎么他呼小叫的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小弟叫我来问你，请公子姑父之事，可从来没妥当。我已经爬上去了，请小姐放心就是啊。哦，婉瑜，大王那个事安排好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现在小公子正在库房还是找我，过不了1时3刻便可完毕。我又叫他带来请小姐过目啊。这就好了。这是怎么啦？老官家，今天是第3关了，可我真为小公子担心，千万不要在紧要关头出毛病啊！这倒也是啊，前面2关总算过来了。倘若公子能够顺利过这第3关，也不为小姐的一片苦心呐。去是嘛？一个早就玩我女孩装，像这样暖不暖、女不女的，哎呀，真难受。老人家啊，我去看看，他账目查清了没有？查对未必就带他来见小姐。哎，快去！哎呀！千万不要露出破绽，还是要叫他苦根啊！晓得。哎，日子过得真快呐！这也又是中秋佳节了。但愿公子小姐上上下下7点不到的日子早日过去，再要他们夫妻和睦，小老儿我也可早日放下这颗心了。哎，真累呐！难怪古人说知足常乐为第一，平平安安才是福呐。老官家，老官家，老官家，他账目已查对完毕，也听为等吩咐了。哦，情况是何？哦，不，我没有问他。哦，你快带他进来啊！苦根，快进来吧。那别讲。哦，来了。结果主人罢了，苦根账目全部查对过了，我都已查对完毕。不过怎么了？我也不明白，账目清册清清楚楚，可怎么会多出了300两？多出300两，真是哦，请主人过目。苦根，这多出的银子就算是我赏给你的，从今之后你就拨出财源来管账吧。哎，不，主人，这300两文银我不能收，这管账房之事我也……哎，你听我说。
九秀，哼！九兄啊。
他早就被你气死了。公子，
啊！贾公子，你也来了。贾母，你来这个，我是到底来求你们夫妻同圆，区区不敌，老管家。好，今日与孟州去佳节，大家一同饮酒赏月。妈，带我去评估主人。哎呀，你娘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他呀！娘子，主人就是你。哎呀，老管家，快快张灯结彩，还不上下共庆佳节。是，少夫人吩咐，还不上下张灯